係幾多位啊？四位，四位，四位呢度請。哦，好。你幾位想飲乜嘢啊？兩杯凍檸茶咯，少甜少冰，一杯凍阿華田，一杯熱好立克咯。OK，兩杯凍檸茶，少甜少冰，一杯凍阿華田，一杯熱好立克。好，等一下。不如大家傾一傾偈啊！好啊，不如傾一傾偈啊！其實想講呢，而家1月25號開始起呢，而家啊，我日日返學啊，坐小巴啊，都要攬安全帶啊！唉，你好慘，你都好啊，大佬啊！我日日返學坐巴士都要攬安全帶啊！我想講嗰啲巴士安全帶呢，扣到逼到爆，佢係扣嗰個安全帶嗰個扣都冇得調整嘅。係咯，同埋啊，其實我想講政府呢嗰啲企位點算啊？我想問點樣罰錢啊？嚇？你哋幾位？兩杯凍檸茶，少甜少冰，一杯熱華田，一杯。哦，請慢用啊！係啦，而家嗰啲政府啲嘢呢，其實都冇考慮過嘅。同埋呢，而家呢，即係其實不如呢。嗰啲政府呢都考慮下嗰個企位嗰啲點算啊？咪係咯，我都同意啊！我日日返學呢，嗰啲安全帶呢真係呢緊到爆㗎。其實係咪要同返啲巴士公司講返呢嗰個安全帶嗰啲問題啊？係啊！大家有冇聽新聞啊？新聞呢有講有一個乘客坐城巴嗰陣啊，一扣安全帶準備除安全帶落車啊，佢竟然扣都扣唔開啊！等喺個位度坐咗45分鐘，叫啲消防員過嚟搞先鎖啊！原來先發現個安全帶嗰個嘢原來有個石字卡住咗入邊，唔怪得知點解個安全帶解都解唔開咯。係咯，真係冇咁擔心嘅。大家冇講嘢，飲嘢先啦。哦，好好好。